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9月13号，触目惊心，求主怜悯。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哀歌2章1到22节。20节这样说：看吧，上主啊，看一看你所折磨的人。女人在吃自己心爱的婴儿，祭司和先知在主的圣殿里被杀。第2章跟第1章其实是一样，从疑问发问来开始，因为作者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沦陷被毁坏的情况。一开始他发出这样的疑问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件？上帝竟然放弃保护他的圣殿圣城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上帝子民所居住的城市遭遇相同毁坏的命运，是为什么呢？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：上帝怎么会允许这样事情发生呢？他真的离弃了以色列人民吗？我想我们都很清楚，因为我们一路以来一直读耶利米，他怎么宣告这样的事情会发生。如果上帝的子民不回转归向神，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。不管是这个城市、这个圣城或圣殿，或者是在第9、第10节提到的长老、君王、贵族、先知等社会的领袖，他们都要被严厉的惩罚，因为他们没有尽到督促人民遵行上帝教训的责任，甚至还带头离弃上帝。第10节，喜安的父老都穿麻衣，头蒙灰尘，表示一种很哀痛的方式来表达。到11到22节的下半章节，这个诗歌也在描述巴比伦军队围困耶路撒冷期间在城内痛苦的景象。儿童婴孩在街道上昏倒，是因为没有食物，饿昏了，他们被迫外出去觅食，有的直接就躺在母亲的怀中去世。24节我们也可看到，真的是很清楚的知道了耶利米27章14节到28章第9节，其实我们读之前我们已经有读过了。先知早就已经预告谴责那些专门传达假信息的假先知们，他们的信息不但对人民毫无益处，相反的更是引诱人们拒绝去听从上帝的警告，结果反而带来的灾祸。就是说，今天的这一个章节，简单来说，套一句我们比较听得懂的话，就是说，早就跟你说了，不是早就说了吗？今天真的应验了，才来说为什么？其实心知肚明，知道为什么的，因为我们的主早就已经说了，而今天的经文是在说上帝所说的法则，我们这后代的人，今天的人，我们要来思考，要谨慎，因为等到我们尝到那个苦果的时候，才来问为什么，已经太迟了。恳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真的就醒来了，不要这个惩罚，这个管教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好吗？我们今天就把今天耶利米哀歌看的这一些的图像刻在我们心里。如果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要看看
就要想想那个结果是什么，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就是选择了那个以后的结果啊。当耶利米警告人们审判将要来临的时候，这个耶利米是忍受排斥跟苦待将近40年，但是耶利米他仍然怜悯耶路撒冷是如此悲剧的情妇，以致他写了这些耶利米哀歌，情感如此的丰富，犹如挽歌的诗般，其实就是再一次透过这样子哀歌，我们彼此来提醒我们，除了情绪疏解之外，我们最重要是我们要悔改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今天就做最对的决定。每次做决定的时候，就想想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画面，以致我们不敢得罪神。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也是我们蒙福的开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怜悯我们的主，你知道我们今天看了这些经文的图像，主啊，我们心真的是痛而且不舍。主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。主啊，如今我们面对台湾的这个社会，甚至全世界这个瘟疫灾情、天灾人祸，还有我们自己每次都犯同样错误的这个恶习，主啊，求神你怜悯，也帮助我们，警惕我们，可以痛定思痛，我们回转，我们依靠神你，让我们能够生命得到改变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因为主，我们若是没有你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没办法。我们也谢谢你愿意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活出荣神益人、以神为乐、得胜的一天。音乐牧师祝福您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，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